好混乱。哦，这个鸟被扎死了，然后变成了烟花。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怎么这么黑暗？画了一个人被肢解了，他的腿还在火上被烤，这么黑暗的吗？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，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情？2019年6月份。有时候觉得自己脑子里面有一股怒气，有很强烈的那种恨意，我就会想象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没有脸，没有身份，会用各种东西来打他。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就一直在想象他，但是我一直想不出来合适的身份。后来我把自己的脸套到这个人脸上，合适了，比其他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合适。